有啲人聽到保釋金就以為淨係睇你有冇錢，其實唔係咁簡單。法官定保釋金嘅時候會睇4樣嘢。第一係你會唔會走佬，即係你有冇固定住址，有冇穩定工作，平時有冇成日出入境。如果法官覺得你有機會走佬唔返嚟，保釋金自然就會貴，甚至唔批。第二睇罪行有幾嚴重，越嚴重刑期越高，法官就越驚你唔肯返嚟面對審訊。好似販毒、嚴重襲擊嗰啲，保釋金一定高過普通交通意外。第三就係你個人背景同埋財力，法官會考慮幾多錢對你先有震懾力。打工仔可能幾千蚊都肉赤，但如果你係老闆級呢，可能要10萬先會令你唔敢唔返嚟。第四係你過往嘅記錄，如果之前棄保過、唔守條件，甚至有案底，法官會覺得你唔可靠。相反，首次被控、守法記錄良好，批保釋嘅機會會大啲。總結一句，保釋金唔係罰款，而係一個信任測試。你守規矩，最後係可以全數攞返，但如果你走佬或者違反條件，就會被沒收，仲有機會要還押。以上僅為一般資訊，不可當作法律意見。